各位客家苗栗方言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志文，大家喊我阿文哥，我是一个屏东新北的客家人嚟也下嚟睇下个自家嘅家乡，嚟同大家介绍近边嘅一个有关客家音乐嘅题目，過去我嗰段時間喺北部工作，特別喺台北啦，所以就一種冇香港嘅感覺，也下轉到自家嘅故鄉新北咧，香港還在做客家音樂，不過心情冇同樣，入面係千多音樂嘅作品咯，就來自自家嘅土地啦，所以今日睇下分享，同大家分享下對音樂嘅內涵內容。嘅歡喜，其實係後來雖然講去讀美術去讀音樂，但係之前喺時代需要嘅美術教育嘅一種影響，其實一直同我音樂有幾大關係，就唔係講我一下美術表下來就開始從事音樂嘅工作之後，一個美術嘅部分就消失睇嚟嗬，因為簡單講啦，美術同音樂就同樣係一個藝術嗬。我哋講無論從事乜個方式嘅藝術，而對我哋內心嚟講，其實都同樣，嗬，只係表達嘅一個美材冇同樣，嗬，所以音樂就用聲音來表達，美術呢用目睭看到嘅，用色料來表達嘛。但係我哋程度上咧，同觀眾也好，聽眾也好，上海同人哋講咧，其實都同樣。所以我有時間看到上海表達嘅一個題材，我其實會先講，有啲東西到底用法也係用音樂個適合嚟表現嗬。舉例啲嘢嚟講，譬如講太湖山，我哋新北都喺太湖山下，所以想表達太湖山嘅時間，係用音樂用唱嘅，也係講用畫圖，其實有兩樣都可以，兩個方式來表現嘅時間咯，其實會有冇同樣嘅內容俾人看到啦，所以有個題材係咁嘅，但係有時間有啲題材可能就用音樂較適合，用畫可能較冇適合，變咗咗呢有啲題材可能用畫較適合，用音樂較冇咁適合，所以有個對藝術嘅內涵嚟講，其實睇我哋深度基本上同樣，就一個我哋講統計啦，啲動機，也係上去表達太不實，有個動機出來。如果思考，可能你寫作嘅文學家就用文字嚟表達，我想用音樂嚟表達嘅時間，我就用歌嘅用樂器嚟表達咯，睇起上嚟。所以我以前學嘅美術同音樂。其實對我嘅創作有幾大嘅幫助。